皮膚瘙癢咧係指冇原發皮疹，但係有痕感，可以分為全身性同埋局部性兩種。全身性嘅皮膚瘙癢咧，大多數係見於成人嘅，通常係從一個地方開始，逐漸咁樣擴展到全身，通常係陣發性，尤其咧以晚間咧係非常之重嘅。而局部性嘅瘙癢咧，通常只係發生喺身體嘅某一個部分。嗱，現代嘅研究表現啦，皮膚瘙癢除咗同空氣乾燥、護理不當等等嘅外在因素有關，身體裏邊缺乏某啲營養素，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㗎噃。嗱，我哋建議你補充錳嘅。錳咧參加身體嘅物質代謝，係可以提高蛋白質喺人體裏邊嘅吸收同埋利用，並且能夠促進一啲對皮膚有害嘅物質嘅排泄，從而減少皮膚受到嘅不良刺激。嗱，錳咧仲可以促進一啲維生素喺人體裏邊嘅代謝㗎，咁係有利於皮脂代謝嘅正常進行，防止皮膚嘅乾燥同埋瘙癢。我哋仲建議你補充 B 族維生素嘅，因為佢哋係可以減輕皮膚瘙癢，特別係補充 B2 啦同埋 B6。係可以保護皮膚毛囊同埋皮脂腺，維持皮膚脂肪酸嘅平衡，咁係有助於維護皮膚同埋細胞膜嘅完整性㗎。嗱，我哋可以從生活習慣咧嚟減少皮膚瘙癢嘅誘因嘅，少啲食辛辣刺激嘅食物，例如辣椒啦、花椒啦、芥辣啦、濃茶啦、濃咖啡等等嘅，而且要少啲飲酒，少啲食煙。嗱，乾燥嘅季節咧就要注意多啲飲水啦。多啲飲水係可以補充身體同埋皮膚喪失嘅水分，亦都可以用加濕器嚟調節室內濕度，令到皮膚保持舒適㗎。皮膚瘙癢嘅人咧，唔係好適宜成日咁沖涼，亦都唔好用太熱嘅水嚟沖涼。沖完涼之後咧，我哋建議你可以適當咁樣塗翻啲保濕嘅護膚品，防止皮膚乾燥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